大家好，我係 Eva，啱啱踏入咗2026年，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就趁呢個機會，同大家回顧一下2025年的士牌價嘅走勢，再同大家展望一下嚟緊2026年的士牌價嘅情況。無論你係車主又或者係準買家，都希望你可以藉住呢條片掌握到最新嘅市況。如果未訂閱我哋頻道嘅朋友，記得訂閱，多謝支持。2025年的士牌價嘅表現確實可以用5個字嚟形容，低處未算低。我哋就以本年度的士牌價嘅走勢圖嚟睇，牌價走勢嘅表現好唔理想。第二季尾段更加出現咗急跌嘅情況，我哋就睇返2025年的士牌價嘅走勢圖啦。市區的士牌價由年頭285萬下跌到年尾216萬，全年下跌咗69萬，下跌咗24%。至於新界的士牌價就由年頭205萬下跌到年尾140萬，全年下跌咗88萬，就大約下跌咗31.7%。如果以全年高低位波幅嚟睇，以市區的士為例，最高位係2月中287萬，最低位係6月中198萬，波幅大約31%。其實的士牌價喺2025年繼續下跌，係受到多方面嘅因素影響。我哋先講一講的士生意嘅情況。根據運輸署嘅數據，按月劃分計算嘅平均每日公共交通乘客人次趨勢，2025年已經開始走出過去嘅低谷，有所回升。呢個可能同疫後新香港有關。香港政府積極推動城市經濟，吸引內地自由行來港消費。不過，中國內地經濟喺疫情後確實未有大幅復甦，即使來港消費嘅遊客，估計大多都唔係高消費人士。加上香港人喺疫情後改變咗生活習慣，包括港人熱衷北上消費，同埋港人減少咗夜市活動。我哋從政府統計處嘅數據中見到，過去5年零售業總銷貨額雖然本年多個月份都有盛事帶動人流，但消費力仍然疲弱，令到本港食肆同零售行業步入寒冬，結業潮持續，情況令人擔憂，長遠都會影響市民對本地消費嘅意欲，直接影響的士生意。試問咁嘅情況，的士牌價又點會唔受影響呢？第二個因素令到今年的士牌價下跌嘅因素就係香港的士業界長年抗拒改革。的士車隊喺2025年7月投入服務，最初合共只係提供約900架車，未符合可服務嘅車輛數目需達到申請規模嘅60%，先至可以獲得發牌嘅要求。但運輸署仍然批准發牌。當時解釋係為讓市民及早享用服務嘅。然而，直至11月底，5支車隊均未達標，整體規模更只有目標數目嘅37%。有部分車隊經營者指出，佢哋經營困難，主因係請唔到足夠司機。即使出較高人工都吸引唔到新血入行，擔心網約車規範化之後只會糖水滾糖魚，吸引更多的士司機轉投網約車市場，絕對達成唔到政府原本所強調以的士服務為主，網約車為輔助，通過引入競爭，以提升香港嘅點對點個人化交通服務嘅政策目標。雖然的士車隊公司已經努力改革的士形象，包括升級的士硬件，各個車隊嘅的士都設置咗全球定位系統、行車記錄及司機監察系統。另外亦都會配備多種嘅電子支付系統，方便乘客以電子方式支付車資㗎。可惜喺香港經濟蕭條下，的士車隊公司並冇一個有效嘅市場定位同規劃，導致雷聲大雨點小。加上香港的士服務質素多年嚟廣為乘客詬病，造成形象已經千瘡百孔，並非一時三刻就能改變傳統業界形象。網上一片揶揄之聲，充分顯示出的士服務泥沙俱下，完全不得民心。正因為的士車隊計劃成效不彰，政府就有藉口急速轉態立法規管網約車。另一個唔可以唔提嘅因素就係的士保險費高昂嘅問題。其實的士保費高企已經唔係呢一年嘅問題，今年亦都唔例外，令車主營運的士嘅成本增加咗好多。
導致部分車主決定退市離場，增加咗的士牌價嘅下行壓力。以上幾點都係今年的士牌價下跌嘅因素。不過呢，講到今年的士牌價下跌嘅最主要因素，亦都係直接令到牌價今年急跌嘅原因，就係網約車合法化。立法會喺2025年10月15號三讀通過2025年道路交通修訂網約車服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嘅目的係引入網約車服務嘅規管框架，規定提供網約車服務嘅平台、車輛同埋司機均需領取牌照或者許可證。條例草案通過之後，首批持牌平台預計將會喺2026年第四季開始營運。呢個消息令部分的士車主擔心的士牌會失去佢嘅獨特價值，決定提早沽售的士牌離場，令到的士牌價出現咗下跌嘅情況。我哋再回顧返2025年，其實當中都有關於的士嘅新政策。運輸署喺11月起實施的士筆試大改造，今次的士筆試會大幅減少同簡化與路線識別同著名地方嘅試題，又會減少試題數目。政府優化入場門檻，目的係為咗提高更多新人入行意欲，增加的士司機供應。運輸署對上一次改動的士筆試係喺2020年2月。署方話應考嘅人數喺過去數年大幅增加4成，由2019年嘅唔夠1萬人增加至2024年接近1.4萬人，及格率亦都由2019年嘅37%提升至2024年嘅60%。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的士筆試內容，可以收睇香港的士交易所 YouTube 頻道中嘅專題報道，可以得到相關嘅資訊。雖然2025年下半年美國減息週期再次開始，但係點解的士牌價喺下半年都係冇咩上升嘅？相信最主要嘅原因在於香港經歷幾年疫情重創，經濟陷入長期蕭條，加上租金長期高企，中小企難以為繼，大多都已及早離場。即使疫後曾經出現過一段小陽春，不過都對香港整體經濟冇乜顯著幫助。仲有困擾咗的士行業接近10年嘅網約白牌車問題，遲遲都未解決。而政府亦都需要等到今年2026年先會定出網約車發牌數量，屆時先至得知對的士業有幾大影響。所以呢方面就令到的士牌嘅價值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導致牌價未有回升嘅主要原因。所以呢個亦都係2026年大家一定要關注嘅重要消息，絕對係的士牌價嘅關鍵轉捩點。我哋一定會第一時間同大家報道最新情況啦。咁嚟緊2026年仲有啲咩消息係大家值得關注？首先從國際形勢去睇，大家除咗可以繼續留意美國息口嘅走勢變化之外，值得密切注視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未來一年嘅對華政策走向。學者普遍認為Donald Trump 嘅政策可能會為中國經濟帶嚟衝擊，好似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嘅突襲就顛覆咗中國數十年嚟喺美國後花園嘅南美洲地區精心培養嘅戰略部署。美國透過截斷嚟自委內瑞拉、伊朗、俄羅斯嘅廉價能源，令到中國企業嘅生產成本增加。廉價能源一中斷，中國問題將會同時浮現，包括經濟增長下滑、能源變貴、地方債務、內房危機等問題，呢啲都會帶嚟風險、不確定性同埋挫折，相信對中國經濟有深遠影響。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發表最新報告，發表以如果中國攻台為題嘅報告，直指中國對台動武，無論規模大小，一旦失敗都必須付出沉重代價，包括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或者會告終。當然，報告內容中關於中國嘅形勢判斷係唔夠全面客觀。不過香港作為中國長時間嘅中介人樞紐，如果台海一旦發生任何事故，確實對香港整體經濟都有直接影響。至於本地形勢，大家可以留意下2026年的士服務嘅改善情況。的士車隊將會喺2026年繼續改革服務，希望能夠擺脫既有嘅形象，提升的士嘅生意。同埋香港同大灣區融合之後，內地網約車平台在港營運，實質對香港經濟發展係有幾多正面影響，定係負面影響多，大家都值得關注。
仲有一個消息唔可以唔提咧，就係2025年內地無人駕駛技術紛紛湧現，各個品牌咧都喺世界各地積極部署無人駕駛的士，本港亦成為主要目的地之一。有內地智能駕駛公司表示，香港已具備 Robotaxi 營運嘅基礎條件，正同監管部門溝通，證明技術安全，爭取循序漸進式嘅營運方向。本港無人駕駛測試總里程至今已經超過10萬公里。目前本港無人駕駛措施源於2017年公布嘅香港智慧城市藍圖，運輸署向3家企業共6大項目發放自動車先導牌照，主要進行路面測試。獲發牌機構包括羅伯快跑、冠忠巴士同埋機管局，涵蓋共62架無人駕駛嘅車輛。運輸署指出，有關測試正喺度提升速度，除咗先前發出6個先導牌照外，另外正喺處理3個測試牌照嘅申請。中國多間無人駕駛公司已制訂 Robotaxi 供港計劃，當中包括百度旗下羅伯快跑、小馬智行、文遠之行、北京初速等等。仲有全球最大網約車平台龍頭 Uber 都宣布喺出年部署喺香港測試無人駕駛的士。長遠為咗擴展業務，目前本港政策層面上維持喺無人駕駛測試階段。政府已經預告運輸署即將公布運輸策略藍圖，當中涵蓋推動無人駕駛發展計劃。隨住科技嘅發展，無人駕駛的士絕對會係未來發展嘅新方向。至於對的士牌價嘅影響係好定係壞，暫時仍有好多未知之數。不過從現時角度推演，弊多於利。投資的士牌有可能從以往嘅投資價值上有所轉變。詳細嘅分析，大家可以密切留意我哋頻道將來有關無人駕駛的士嘅報道。呢個絕對係大家未來必須留意嘅重要消息。雖然近年的士牌價不斷沉底係一個不爭嘅事實，不過又咁講，的士牌呢種資產可以自行營運賺錢，亦都可以出租收取租金回報，仍然吸引到投資者去持有。咁究竟嚟緊的士牌價會繼續好似 DeepSeek 嘅預測咁跌到一文不值，定係會再現輝煌軌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不過講到尾，香港嘅經濟以至全球嘅經濟情況先係至關重要。全球經濟喺2025年持續面對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同地緣政治局勢升級等各種挑戰，但出奇地展現出超乎預期嘅韌性。呢股積極嘅動力相信能夠順勢延續至2026年。儘管世界各地嘅發展格局將呈現不對等嘅勢態，但我哋的士交易所都相信香港的士業都能夠喺亂世中絕處逢生。唔知你對的士牌嘅前景又有啲咩睇法啦？歡迎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加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我哋下集見。